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咁喺度呢，同大家睇一個突發嘅新聞啊！鑽石山站啊，有個60幾歲嘅男人就向嗰啲女顧客掟蛋糕起飛腳喎，然後係驚動港鐵嘅職員同埋警方啊！嗱，我哋望下影片啦。嗱，咁佢模糊咗處理㗎。嗱，喺呢個蛋糕店嗰度，哇，係，哇，你做咩事啊你？精神病發作喎，哇！係咪黐咗線啊？見唔見到啊？喺度掟嘢喎，嚇！咁呢個事件呢，就喺3號夜晚啦，就有人喺大堂嗰度大吵大鬧，疑似就向麵包店嘅女顧客施襲啊！嗱，職員嚟到啦，夾佢走，夾佢走，夾佢走，我唔該夾佢走。哇！你精神病發作啊！精神病發作啊！呢啲。哇！李小龍喎，哦，呢啲不得了喎！呢個事件就發生喺鑽石山站啦。夜晚有人大堂大吵大鬧，向麵包店嘅女顧客施襲啦。咁呢個男人呢係60歲左右啊，啱啱仲起飛腳啊。而根據警員去到現場了解之後，相信佢係精神病人士。第一條影片就見到個男人就喺站入邊一個麵包店嗰度呢，就鬧一個短髮女人。個女人呢翹埋手就乜都冇講，然後佢攞嘢掟佢啊，再去到蛋糕櫃嗰度呢，攞啲罐裝飲品掟佢啊。喂，你如果係攞飲品掟人係會掟傷人噶，掟中個頭流血都會噶。咁個男人突然之間回頭啊，再用一個盒用力掟向呢個短髮女人，然後繼續鬧。鬧完之後攞起自己膠袋飲住嘢，瀟瀟灑灑咁走。個女人就話啦：拉佢啊，拉住佢啊，佢掟我啊！跟住港鐵職員呢，就去拉住個男人啦。然後呢個男人呢，眼神迷糊，開始亂叫。另一條片呢，就頭先見到啦，佢就俾3個港鐵嘅職員包圍啊。個短髮女人呢，就喺遠方喺度嗌唔好俾佢走，真係打傷我。咁後來報警啦。咁呢一個事件呢，你其實好難話叫做整到佢啲咩㗎。因為你睇到佢一個咁嘅精神病嘅狀態呢，通常都只不過係可能會叫佢去睇精神科咯。根據警方所講啦，喺尋日夜晚9點13分，就喺鑽石山港鐵站一個麵包店嗰度，有女顧客報警，有一個年約60歲嘅男人喺大堂醉酒鬧事，掟蛋糕。人員到場之後，個男人仲喺度掉緊嘢，然後將呢一個68歲姓吳嘅男人送去醫院嗰度做檢查啦。案件呢就列做發現精神紊亂人士，即係發現精神病啦，就冇人被捕。我諗應該可能係送佢入去醫下嗰啲精神咁樣噶啦。最近好似真係白卡大爆發喎，好誇張喎，乜都做得出㗎喎。即係有時候我睇到我自己都係驚驚地咯，我唔知大家點睇啊，大家小心啲啊，避開嗰啲呢會大吵大鬧嘅精神病啊。咁同埋嗰啲精神病呢，佢唔覺得自己有精神病噶。你可以睇下你哋身邊嘅人會唔會突然之間喺街嗰度大吵大鬧大叫。如果會嘅話呢，可能佢哋都係病友嚟噶吓。好啦，咁今集同大家睇到呢度啦，大家有咩想講，下邊留個言啦。咁我哋就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